迎接龙年到来，主事玉皇上帝台湾守庙天坛将会为大年初一到初九举办玉皇上帝接受甲祈安消灾法会。今年配合台南400，庙方特别推出战果灯的服务，向征祈求光明甲希望。因为我们就是台南400嘛，所以我们有推出战鼓灯，代表着光明与希望。那我们的战鼓灯呢，有限量哦，有1200盏。除了战果灯，守庙天坛在过年期间，有汽车平安桥以及发送开运红包的活动。像我们的平安桥是除夕夜就有了哦。那还有一项就是我们的开运红包的发放。开运红包我们每一年都是在子时的时候，我们发1000份。全台开基清水祖师四坤星龙山寺，29暝主时也会举行团拜典礼。在典礼过后，也由主委吴志祥以及贵宾做伙发送开运红包。30日的暗时，就11点15分哦，阮有开庙门，开庙门为阮党的发红包安尼啦吼。四坤星龙山寺自29暝开始，一直到正月初6，有安排过汽车平安桥以及2桥卡的活动，互信众求平安。30暝开始到咱正月初6咱庙方咱有迄个汽车桥，甲着咱2祖师公的桥卡。今年的祖师公的桥卡，阮特别的有来改进咱宽度有89公分以上的，宽有4尺，所以老人行动无方便的，拢毋免搁压甲足落去，有说行轮椅来的，嘛会当直接接甲轮椅行过，安尼互咱祖师公为伊来保平安。正月初6也是清水祖师佛诞的日子。四坤星龙山寺在正月初1到初6，有规划清水祖师50万转运金跋杯比赛，互信众报名参加。在过年期间，府城各大庙宇拢有精彩丰富活动规划，非常适合个人朋友做伙来到台南行村拜拜求好运。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